今天是情人节，今天是情人节，然后这一周有父亲节，这两个节日你打算怎么过？父亲节当然是回家要跟爸爸妈妈吃饭，那情人节就是没有意识到这一件事情。知道你好像是学舞出身，对，然后长相又这么漂亮，就是有没有之前韩方这边有来询问过有接洽的音乐，想要发展成韩国艺人之类的？好像之前有想要去那边可能参加选秀节目之类的，对，但是还蛮久之前，所以有点不太有印象。最后怎么没参加？后来可能就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配合到。是，未来有没有考虑说朝韩国这边演艺圈发展？如果有机会的话，当然希望可以，但是我觉得我可能要先学好英文跟韩文。对。因为毕竟你是因为这支影片洗车转发，让韩国这边知道你这个人。你知道在韩国当地你的名气大概是怎么样？我不太敢保证怎么样，但是就是他们转发那个影片之后，就是我最高点击量都有在 YouTube 上面都有到几千万，对，所以是非常高的。那小白要不要讲一下今天的活动，介绍一下给观众？今年就是大概在下半年会有到内地或是各个国家去做巡回爵士鼓的分享会。对，那也是希望透过这样的巡回，可以去认识不同地方的鼓手，然后也增进自己的鼓艺。OK，那你自己有看过韩国乱打秀？乱打秀没有亲眼看过，但是在网络上看很多。那之前是看过那个前一阵子 Blue Man 来台湾，对，也是打击类型的，然后就是也冲去看了，所以今天其实可以来看，就是先睹为快。那你要不要再介绍一下今天这个来参加这个活动，推荐一下给大家？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好，就是因为其实大家都在网络上耳闻很多，但是可以亲眼看到的机会真的是不多。所以今天虽然这次活动好像只有2天，但是才第一次而已。那我们只要热烈一点，就会有下一次，大家可以就是更激烈的争取一下，因为这些表演节目在台湾真的是比较少见。今天是情人节，然后这一周有父亲节，这两个节日你打算怎么过？父亲节当然是回家要跟爸爸妈妈吃饭，那情人节就是没有意识到这一件事情。对，所以今天就单身就对了，要一个人度过。是，也可以跟很多人一起度过。